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到退休年岁的朋友，你敢有财产安排的需要？安享信托会当按照你的意思，替你甲老本做上好的安排。安享信托是上有温度的财产托付，会当将你打拼一世人欠起来的老本，用伫上界需要的所在。以上广告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供。你敢知影正毒热点顺路网是啥物？哎哟，连这嘛唔知，我甲你讲，为着要营造安全佮健康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和警察机关同齐建立下园周边热点顺路网，查看卖敢有少年家有做不正行违法的代志，好好来个反抗抗价，维护下园周边环境的安全。安尼咱下园就会较安全是无？迄敢就讲，到哪里就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厝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哦，外口无咧卖，只有关怀之声独家代理，专人送家附上，电话04740922，7240922。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熟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力量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我是周清玉，今仔日真欢喜伫节目的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咱台中市咱隔壁咱的六都之一吼，咱的台中市的社会局的局长，咱知影社会局咧做啥物吼？我相信差不多咱。因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县市政府，有真大的单位就是社会局。社会局就是咧帮咱处理所有咱社会中间，特别是较有需要人照顾、需要人关心特别无会使讲对出世到
一世人啦，一世人啦，啊，对出世甲一世人，啊，无分你是查甫，无分你是查某，啊，无分你是住咧倒位，大概是若准有任何的困难，任何会需要帮衬、需要关心的，会使讲无论啥物代志吼，大概社会局拢有关系着吼。啊，咱今仔日足欢喜。啊，特别请咱台中市的社会局的局长，是叫做卢建德卢局长，来到咱的现场，是不是？请咱的卢局长先甲大家请安问。是咱主持人吼，我上尊敬的咱周清玉老馆长，吼搁有吼，咱所有咱关怀电台吼，咱所有咱的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吼，大家好。其实讲遐实咧，我虽然台中市政府社会局长吼。事实上，我拢我嘛老馆长管过。我其实我大即摆嘛是住伫彰化。阮厝诶就伫咧彰化县政府对面。我是中山国小、彰化国中、彰化高中。咱上好诶哈。无影。过去吼，我今仔讲遐实咧，我迄个当年讲吼，咱老馆长吼，讲要来邀请，我第一时间今仔吼有诚侪行程，我讲一定爱来遮。其实实在讲是关公面前人大刀啦。因为讲遐实老馆长吼，过去吼，我知影就是咱社会工作吼，社会工作吼，会使讲先摆即级的，所以有诚侪咱即摆社工的迄个制度，其实拢老馆长过去吼。拢有关心，为咱的家报等遮所以我今仔来遮，我是要讲足紧张的啦。千万毋通安尼讲，我是感觉讲社会工作，这实在是，我感觉我有幸啦，去读即科吼。当然甲咱的个性原来有关，因为咱可能较爱插代志吼，就是讲会去关心着咱社会其他的人，有发生啥物代志，有啥物款需要帮忙无吼？可能。真正自细汉做班长有关系吼，大概拢会去知影啥物人安那，啥物人安那，啥物人无带便当，啥物人安那，差不多拢对这开始吼。所以伫遮你讲我较先摆，较侪岁啦。无啦，有影啦，有影是咱社会工作，我知影过去咱周馆长吼真帮衬，咱基本制度拢有甲咱建立起来。我想我是要紧，这是事实啦，我无否认，因为。我认为即个足要紧，吼，尤其咱通知影伫一个社会一定有较强势，有较成功，较好命的，有讲甘着迄个金汤匙出世的吼，但是有诶确实是真艰苦，有甚至阁有即个身体无拄好等等诶问题拢有，所以伫遮我足了解，就是讲。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各种的人拢有。安怎政府的责任，就是安怎会当通特别去关心着遮个较弱势。弱势有顾着，遮个其他人才会当平安过日子。其实是安尼啦吼。毋是讲都用出来才来顾呀。我想可能即个观念应该是毋对。我想今仔日难得咱的局长来到遮吼，我想台中市。会使讲，大家学了。顶日市长来，结果7-8万人呢，7-8万人哦，所以实在是可见咱市长的人气实在是足好的哦，真正是足好。我是老馆长吼，有牵诚，有照顾，真好，真多谢，这方面恭喜，这方面嘛多谢，因为对着咱台中市的市民有遮尔好的即个各种的设施，阮嘛足欢喜，台中市长。嘛是阮彰化县的伊的东阳会吼，是伊妈妈是鹿港人，所以甲彰化嘛足有关系。是，我系彰化人。是，咱中部吼，其实咱的电台是包括彰化县，包括台中市，拢有甲分林，别的拢有教吼。所以伫遮阮也就感觉足骄傲，嘛足多谢。今仔日特别，我想时间嘛真有限吼，咱。特别有请咱台中市的局长是毋是请你来甲大家报告讲？你负责台中市遮尔大个都市，280万人。咱即摆应该279万8千。所以已经是将近280万人。所以是阮遮的2倍外啦。你伫遐你感想安怎？你做遮尔久来，你的感想安怎？我想吼，首先搭迄个咱主持人嘛搭咱乡亲来做一个报告。有影咱主持人讲的，其实
即马咱的社会吼，一方面进步，但另外一方面的风险嘛愈来愈侪啦。吼，即个风险有包括诚侪方面，第一个，咱即马因为经济迄个经济无好不景气，即马有的人失业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咱即马家庭咱即马可能离婚啊，等等有单亲。敢若有较简单的款吼。对。无足无逐个小可去努力一下安尼。是。敢若迄个忍耐度。对。较少。嘿啦，有影。佫有佫即马咱即马有当时天灾地变有当时像阵仔咱嘛知影讲过去咱921等等遐总是讲有一寡遮风险所以地书讲有影那主持人讲的人生起起落落大家若有经济，咱若有法度讲经济好，迄无问题。问题是讲即马有可能有需要咱帮衬的人有影嘛，可能愈来愈侪。即马你有遮个，也是较侪，而且迄个项目对，足侪吼。是有影上重要。我想即马我来遮有一个，我想大家嘛拢了解，即马就是食毒的人。这毒品，佫精神，迄个就是属于精神疾患。即马就是安尼，即马你有遮个问题，等等遮个有影会造成社会问题。即个社会问题，即马上惊就是安尼，就是讲伊遮个问题是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可比讲你处理，你可比讲来对待家己的囝儿。咱前一阵仔咱嘛发生有一个儿虐。迄个事件，迄是足不幸的代志，或者是讲呢，你对家己的即个家庭，对家己的甚至佫有另外一种，就是讲迄个随机杀人，像前一阵仔咱就知影讲，迄个台北，迄个郑捷，你伫咧捷运，人安尼领会安尼阳台，佫小灯泡，其实这样分析起来可能讲咱会发现讲有一种个性的人，迄叫社会挫败型，即个人格，伊可能就是讲迄个暂时无头路，迄个讲家庭的问题，或者是讲精神，等等遮，你即摆要处理遮个问题，我想主持人过去嘛，拢伫咧社工这方面真用心，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过去咧处理拢是讲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咱即马咱要用的方式就是讲，因为我嘛大报告，我过去是留学德国啦，93年到99年，德国因欧洲因咧处理这个方式，因拢希望讲上重要要解决这社会问题，最后嘛是要回归嘛是家庭，嘛是要家庭爱互伊健全，所以咱即马一切的处理拢是讲，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咱即马安尼想就是讲，要解决这社会问题，咱就是讲，伊一定是讲家庭的部分有出现一寡糟践去，对，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咱即马毋是个别来处理，咱即马变成家庭视作一个整体，咱用即个社工的力量来集体来处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啦有一个就前一阵仔南屯遐有一个迄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阮个社工过去安尼啦爸爸失业，妈妈精神。算讲精神有病忧郁等等遐，弟弟哥哥啦哥哥是国小4年3年，中辍，妹妹拄仔出世，无迄个托育无法度好好照顾，变做讲即4个拢有状况，变做安怎呢？爸爸的问题变做劳工局的管，妈妈因为迄个头壳精神问题，卫生局。即个哥哥中辍是学校的社工教育，即个妹妹无人顾，所以变成小的局。一个家庭到尾4个局个人处理个人的，迄就变做讲诚无效率。所以阮即马就是讲，即马咱蔡英文总统讲话是嘛是足有心，伊就是含咱的林万益林政委嘛是我知影含咱老管长你的师弟啦足有成就嘛过去咱的林政委嘛讲伊有诚济拢啊咱周清玉迄个是真正真亲的学弟。是啊，有影，有诚济，伊讲有问题马上拢来你请教啦。伊迄阵我就介绍伊去 Asia Foundation， 就是咱OK。是，伊就是讲，即马咱要推动的即叫社会安全网啦，即个安全网的即个观念，其实上主要就是讲，
咱拄仔讲的，社会即马咧进步咧发展，但是咧，同时嘛有诚侪风险出现。咱即马就是讲，即个网啊吼，咱来互伊编织甲互伊足目的。普遍的吼。嘿嘿，对啊，尽量爱互伊，就是讲人吼，咱要大概要下来进前，先来新的，啊新的了，咱处理了。上好安那，又个法度弹回去，那个弹簧床安尼，个法度转去正常的即个家庭，安尼咱的即个社会就更加和谐。所以咱的安全网有多密？对啦。外八。好，咱即马吼，即个部分即马就是讲，其实拢。即个计划安尼偌久啊？哦，咱其实就是为今年即个咱即马已经陆续推动了嘛吼。正式推动吼，是为今年6月初，就是后礼拜才要开始。对。因为这已经听过，敢若就旧年就有咧讲啊。对，但是旧年咧讲，基本上拢是伫遐咧做一寡甲吼，迄个咱书面，佮含迄个咱卫福部吼，卫福部来协调咱的地方政府吼，来讲做一寡计划。但是正式是为今年6月初开始。我看是毋是讲差不多1000万？不，1亿哦，你要甲1亿的。咱会用差不多1亿，中央要用差不多1亿的迄个预算哦，要来。但是其实听到1亿敢若袂少，但是事实上，分落去，全国遮尔大，全国遮尔济人，安尼要会即个网嘿，即个外人捌。是，我想看即个部分上主要2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咱家己咱社政。就是讲咱即个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网的部分。第二个网就是讲我们自己设政即个网，这个网爱含迄个劳工，就是因迄边管失业的嘛，佮有教育，因管迄囡仔，佮有卫生局，因迄个网上主要是有关于自杀，佮精神疾病。即使佮歹势，佮另外一个就是佮另外2个民政。就是咱即摆里长即个部分，佮有另外一个警政，就是咱即6个，其实讲啊是过去吼，拢个别有咧做个别啦。咱即摆所谓的本位主义啦，过去拢本位甲你做。本位，嘿。而且我其实对于即个家庭暴力的即个工课来看起来，咱嘛差不多是即款的系统嘛，差不多拢是差不多是拢是安尼，但是差不多听到就是讲，敢若是警察咧甲社工斗骹手啦，啊是讲病院咧甲医生咧甲社工，即个观念是毋对的啦。这是根本就是大家咧做家己应该做的工课，不过这是小念。共同对着咱的百姓所需要的工课，在做家己的工课，所以毋是咧甲人斗骹手，是咧甲咱的国家进行你家己该做的工课。是。我逐遍开会，逐遍都是爱拢一直在强调，但是敢若大家拢袂啥会。迄个观念上，对，这就颠倒吼。你即马感觉安尼，所以6月初才要开始。对，6月初。对，我先简单回答咱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讲，咱即马先社政即个部分，咱的做法是安那啦吼。咱即马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咱即马成立一个叫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家庭福利服务中心，以台中来讲，咱台中拢总共是29区嘛，咱到目前为止呢，咱以中央的迄个规定，咱即马已经起到14间啊，原则上一半呢，已经一半。建制的速度，咱即马台中算全国算上悬的，但是这还佫无够。原则上上好是爱有一区一间。伊安尼，阮未来你讲你爱知道多细吼？阮的想法是安尼，上好爱有类似即个警察有分局啊，但是下骹有派出所。上好爱有法度，迄个网爱有法度遐尼密，但是迄是真长期的嘛。咱即马先以分局的即个方式。小等下吼，我小可咧烦恼的就是讲，对，看起来会当理解咱讲咱台北说偌济，对。毋过其实咱拢有本地基本就拢有遮单位啊嘛。你讲像派出所就有派出所，有分局有派出所，拢有些社区，咱有县政府有区公所，有啥拢有。
啊，咱那个设一个，就是爱有人嘛。对不对？所以是毋是敢就爱，就是讲一定爱设一个有形的中心，还是讲咱会当伫既有的即个系统上，都人入去就好啊嘛。是。敢就爱搁加设一个中心，设一个中心就爱搁。还有经费，啊，着搁办公室，是，啊，着搁设备啥，对不对？我感觉咱敢若足济即款的一直。对，因为我知影，老馆长在你讲的即个讲怕叠床架屋嘛。我拿迄个老馆长报告好嘛，咱所有乡亲做一个咱报告。阮即摆设的这个中心嘛，原则上拢是迄个以前的旧建物，阮毋是起新的啦，就是讲即摆有一寡像公所。哦，伊可能讲旧的对无？安尼伊刷出啊有空出来，阮就利用即个空间，或者是讲呢，阮就直接设伫个公所内面。啊，就人员去支援就对。啊，但是差别是伫个，差别就是讲，因为过去吼，我想吼，大家嘛拢知影，以前拢干那民政啦，啊个社会课伊上主要是被动的去负责你的低收、中低收哦，大家低收、中低收的迄个审查，伊迄是讲你有来，我才来做审查。啊，你也无来就无。你无啊？但是问题是讲，咱即马爱有一个主动出击啦。哦，就是讲，咱的社工上主要，咱即马家庭会变做讲有分做3种。第一种呢变做讲，这个较有迄个安全疑虑的，较危险的，所谓的迄个属于保护性家庭，就是讲高风险的。无，伊这较属于伊个分类来讲，一个叫做保护性。保护性意思是讲已经发生。即个拍翁拍某，所以已经发生案件啦，对，已经发生的，已经发生的。你这吼，就咱这是这一种嘛。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咱拄仔讲高风险。第三，一般家庭。这你会知影讲，第一种这叫爱上急诊室啊，是急性的。第二，即马变做亚急性，或者慢性。第三，咱就恢复到正常。即马就是讲咱分门别类，咱来分，就你爱。拄有一开始有发生的吼，咱就爱马上第一时间爱起来救出来嘛。但是即马重点就是讲，咱即马就讲，上主要咱即马发展的高风险，或者是讲咱把它称为叫做脆弱家庭。就是讲你的脆弱有可能有真侪原因啦，可能你这爸爸你无头路6个月以上，佮妈妈长期可比讲有长期服用咱的精神药物失忆的。迄个忧郁啦，还是讲迄个精神官能啦，等等这，或者是讲伊厝内有迄个独居老人，或者是讲有身心障碍，或者是讲你内面你的迄个囡仔人数有较侪6岁以下，就讲咱有一寡迄个所谓风险因子，这拢真确定的。这一般咱拢透过，因为以前的迄个社会课拢可能拢较被动等你来申请，阮即马毋是，阮即马讲，你可能里长、邻长这边你有法通报了，我社工马上就要派人去来做访视。所以意思就是讲，咱即马就爱加增加足侪人人员。是啦，是咱的社工。所以就加恁的人员。是，无毋对。所以社工，我有听到，其实我家己是社会工作的。无毋对，所以我拄仔讲，开种下起来怎办？我听到足侪人拢讲社工足好用的啦，社工好用，大家足侪人拢讲吼，包括连法官、检察官，因拢嘛拢讲社工诶足好用的，听着即句话，欢喜嘛艰苦，情况嘛艰苦吼。实在有影，咱讲好动内手拼第一，但是重点是是所以若安尼讲起来，嘛是着爱靠社工主动去发觉，是无？还是看咱的邻里长，家己会当报告。所以伫遮咱的准备期间，是毋是着爱对遮的邻里长啊，先做宣导，还是安怎？咱的计划是安怎？我打迄个咱所有乡亲做报告，这嘛是算嘉良市长吼，伊我感觉伊这算一个创举啦吼，就是咱台中有一个叫爱邻守护队。爱邻守护队，这爱邻就是咱讲所有咱这咱厝边隔壁拢当做咱的爱邻啊，伊这上主。你的爱邻是爱人的人，还是邻居的邻？邻居的邻。邻居的邻。但是咱取是谐音啦，爱邻啊。伊这系统是安尼，伊这上主要就是爱透过里长和邻长。因为这是安尼，因为台中邻长伊每个月有2000块。
领长2000块，有2000块啊，有诶领长就来啊，市长讲。哇，有这2000块哦，这安尼伊嘛感觉讲歹势啊！你若讲做一寡代志，啊，市长讲这真好啊，啊，所以伊就啥呐？小等，这是敢若恁台中有啊？敢若台中有尔。我毋捌听讲有。敢若台中才有尔。啊，这要安怎讲？这其实是以前市长选举前啦，选举前放诶啦。啊，这放我嘛毋知要创啊啦，我毋知啦。啊，但是就发啦。啊，发了了，就是有诶领导来讲我。加这条钱啊，毋知要创无代志嘛，敢歹势，所以有来市长反映，市长讲这真好啊，安尼咱就来做一寡善事，做一寡好事嘛。好去行咧。啊对，嘿，啊咱即马就是讲，咱除了咱大家咱知影咱有即个守望相助队嘛，迄个这是较安全的嘛。但是咧，咱即马因为咱的家庭即马有诶，咱的独居老人愈来愈侪哦。啊，搁有咱即马可能咱的迄个咱的邻里内面可能嘛有一寡较，所以讲较高风险迄个家庭啊，所以通报的部分，咱就咱就为里长含邻长啊，即个部分是安尼，里长含邻长因家己会使去，因嘛类似像迄个守望相助队，因嘛去找因家己的志工，啊，然后去迄个列册去看，咱即里内面有倒几个。啊，是这个所谓独居老人啦，身心障碍啦，所以定期去探访，对，拢好有一个定期访视，他一个月拢好去到2摆。你这一个领长就一个月2000块。安尼数字经费足济哦。其实袂少啦，一年安尼落来，以台中来讲，台中要差不多，我若没有记错，要到3-4个哦。一年3-4个。你想看嘛？你看咱。恁台中较好叫呢，反正较无法度呢不过这有效，你若家用做好的方向，是啦。事实上，经常有人咧探访，无毋对，无毋对。伊探访了，就算讲咱的触角。伊探访了，伊就看，因为阮遮的里长、领长阮搁因遮志工，阮拢有做训练。所以伊初步的，伊就知影讲，这有的是所谓问题家庭，就爱去关怀。有若问题，马上就资料pass互咱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若阮的社工马上会去看卖，若这个家庭按照这个状况，可能就要列入关怀对象，就会阮就派人，去来做关心。OK， 我安尼听起来恁这部我大概是第一遍听到有领长会当有2000块，是。佮恁有做遮尔好的这个期待那安尼照讲，家暴。家庭暴力嘛是对安尼的探访嘛是有伊的帮助，嘛是有。恁敢有是讲才要开始尔咧对啦，还未啦对啦。这会当算连接起来，就是讲，安尼先说对有家庭暴力的迄个业务，其实马上连接，变做是小挂钩起来了咧。对啦，嘛是会使，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迄个家庭暴力迄个部分会有一寡问题，就是因为领长和里长有当时啊，恁若有家庭暴力有诶领长里长较无爱插啦。到即摆抑阁安尼加减有淡薄仔即个现象。阮定阮起来里长领长会起来宣导来讲这其实事实上这嘛是通报义务哦，嘛是通报义务哦。但是。总是有诶，里长领长会感觉讲迄人诶家务事，但是阮拢用诚济迄个宣导去来，即个里长领长去来等于讲这毋是讲啥物家内事，这会因来真是拍囡仔还是这就是暴力诶行为，你就是爱马上第一时间这就是你诶通报责任。你愈早去来关心，安尼可能有一寡悲剧就会使来避免嘛。这个连里长倒也无伫法定的通报责任啦，伫法律的规定内是也无。不过这可能以后，若准恁遮有钱的时阵应该会当家列做是，会当伫法律部分来先煞做这个附带的要求。无毋对。这我是今仔日特别听到有两家有即款的，这不只好会当好的这个作为。所以这件我想恁会当期待对安尼做法的时阵，伫各方面。你差不多张每一户拢会有探访到啊嘛？对，无毋对，有探访的责任嘛？对，当然有诶里阮即马是安尼，全台中625个里嘛。到目前为止，其实迄其实里长其实拢不止啊。即马大家拢真竞争啊。咱到目前为止差不多500外里已经有做
啊，其实有诶你吼，讲是你若无做吼，我安尼讲啦吼，你无做，人遐里面人就会看，人讲人别你人都有做这，啊你无爱做。啊！你后摆敢要搁选？你要搁选无？啊，所以你其讲是你平常时就有去人关心、去人关怀，讲歹听，这嘛是你的挑卡，不是你的挑，所以迄里头其实有真侪、有真大的迄个诱因。所以这拢是相互的啦，是啦，互相拢相互。我感觉这是这个制度。其实特别就是讲，大家里长嘛希望伊做好，当然，后面个联络啊，是来当然是安尼。所以这是用对好的方向去发挥。啊，而且咱即马就是讲，咱即马有长照嘛，吼，长照内面咱即马就讲，咱有诶老人有迄失能失智有无？有嘛去啦，教育这个邻里长，啊，你要做判断，啊，所以你若有第一时间，你去做这就做等于做家庭访视啦。对啊。好啊！你家庭访视你看了，你就有问题，你马上会使通报阮社会局。所以我即摆在想讲，其实这个业务，所以是毋是要搁我这拢属伫社会工作的业务里底啊？是无毋对。这个工课，所以是毋是着爱搁需要搁设立另外的中心啦？我小可会。是啦，这有影。有需要搁另外设中心无？因为真正就是互安怎宣导，互大家尽量。会当遮安怎去用，毋是一直咧说中心即个啊，中心迄个另外一个中心，迄个另外一个中心。其实我讲，其实内容做好。对内容，其实上重要是内容的部分啦。当然。人力啦，家己开始咧落实。无毋对，无毋对。其实上重要的吼，我想那主持人讲的，其实上重要是爱落实的部分啦吼。但是你即个点，你若有来传出去吼，其实民众会慢慢伊后摆咱拢大家拢讲啊，我有问题，我第一个我先想派出所。但是问题是讲派出所，伊即马嘛无法度包山包海嘛。啊，而且讲啊是咧派出所有法度处理的，因为咱即马来讲社会问题愈来愈复杂，所以变做秘书讲派出所警察有法度处理的可能是一部分，但是咱社工要处理的是警加搁较幼工，啊，这个幼工是上主要就是咱拄仔讲的家庭问题。啊，这个家庭问题可能警察伊伫咧伊的受训的过程当中，较无即个。较无即个较无即个训练嘛。其实我有咧想，有一个咱的家庭暴力吼，我有咧想讲，有一寡点其实就应该爱送去咱的即个，就应该爱去分局啦。合署办公嘛，爱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就是讲，真歹势，咱来讲啊，因为拢共款共的即个范围，结果煞无去注意时间，已经8点钟。安尼哦，拜，讲到上欢喜，讲到上欢喜啊！两个就是讲去吼，不要紧，咱真欢喜，就是讲今仔日咱所咧讨论，就是讲，甲咱每一个家庭拢有关系啦，对啦。其实毋管好歹，毋管那其实伫咱的厝边头尾，就是。咱就是住伫即个社会里，所以今仔日咱的局长来，就是甲咱讲目前上新的咱的社会局所咧推动的，咱的卫福部所咧推动的即个工作，而且即个工作是甲其他的部门原来有相关的。是。所以而且我想讲先已经8点钟啊吼，咱互电台做一个广告了，然后咱随个倒转来。好，感谢。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阿豪婶有信件哦。好，来喽。今天比较多件哦，又上网买东西啊？哈哈，帮我女儿买的啦。喏，这是劳保局寄来的，是说阿豪婶有按时缴纳国保保费吗？有时候会忘了缴1、2期啦。哦，这样不行哦，最好赶快缴。国保有10年补缴期，超过缴管期限10年就不能再补缴，还会影响到未来秦领给付金额哦。哈，
那我还是先不要上网买东西，先把迟缴的保费缴清才要紧。积欠较早期国保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应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以保障相关权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发。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我是林庆台，目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食薰，我目常常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薰吧，做一个真英雄。二代解薰，请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小米，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你爸爸也要煮饭哦？对啊，阮爸爸煮的甲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都会斗阵做家内事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安尼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家内事。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妹呀，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老公，今天爸爸状况好很多哦。谢谢老婆，为了老爸还辞掉自己的工作，全心照顾老爸。对了，你现在应该参加国保了吧？正想跟你说，我昨天去医院照顾爸爸时，遇到一个人找我聊天，他说我没有工作，改参加国保就不能继续累积劳保年资。他还说可以帮忙代办劳保，这样我的劳保年资就不会中断，申请劳保老年给付才领得多。那是劳保黄牛，先假好心说要帮你代办，再抽取高额报酬，可别上当了。而且没有工作却挂名在投保单位参加劳保，劳保局查到了，将会取消被保险人资格。不仅劳保年资无法计算，已缴的保险费也不退还。如果有领取保险给付，劳保局还会依法追还，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有工作加劳保，没工作保国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今仔日是星期二，咱过去，不管是咱的市长啊、县长啊，还是乡镇长，还是各乡厝的即个首长吼，来甲咱遮，甲咱报告，甲咱分享，因咧所努力推动以及咱所关心的种种的代志。今仔日是咱隔壁，咱的台中市的社会局的局长卢局长吼，这伊今仔日特别来甲咱讲即个咱即个社会安全网，这是足要紧的吼。这其实就是会当知影讲吼，政府事实上用足侪心力，用足侪经费，伫咧加强即个吼。我感觉咱会当较安心。不过对到遮来，我是想讲，头拄仔咱的局长甲咱报告，就是讲有对咱的市林甲的邻里长，即个渐渐地要扩散去。但是咱一般的人民，你家己若算讲你有啥物款的需要，是毋是会当？你是毋是要教互咱大家众人知影讲，即摆政府都有遮尔关心，而且佮加设一个，因为都佮有咱的长照，佮有咱的家暴中心，佮有咱的福利中心等等。若安尼但是知影就知影，毋知影嘛是毋知影的吼。所以你想，若安尼咱有听到的遮人，你若阵有各种的想法，还是疑问的是，要安怎去
对，要去倒门，是，啊是要安怎？是要上网呢？啊是要都爱去找什么人？是，哦。OK， 我想吼，其实政府即马吼，咱尤其咱蔡总统吼，啊，咱民进党吼，其实就任了，其实民进党上重要就是为人民来啦，咱的力量，所以一定都要照顾咱这所有咱的民众，咱百姓。啊，拄啊，咱主持人问讲，咱有遐尼济好康诶。啊，即个福利要去到吼，有诚济，咱其实拢有有一寡网站，吼，网站，咱迄个网站有一寡有诚济资料，大家若有需要吼，会使较紧去他吼。啊，另外一个当然，我想吼，咱政府其实有诚济功德吼，有诚济套路，就是爱好好像咱吼，咱的关怀电台等遮吼，来大家的福利吼奉送，互咱的民众来了解啦。所以我想就是安尼，对少年囡仔可能因会当去上网去看，是啦，但是那遮老大人袂晓呢，吼，是啦，啊，所以就是爱开收音机，就是爱较听吼，啊加减听，啊听较济咧，啊较了解，啊那阵佫毋捌袂要紧，嘛是会使问林理长，林理长嘿，啊是即个传理干事，嘿对，啊是讲啊是派出所嘛是，对，拢会使，啊是社会局，对啦，所以就是像这毋惊问啦，对啦，那是。有啥物款的困难，其实就是会使来安尼就近来请教。啊，电台吼，其实嘛是真欢迎大家，若阵有啥物款的疑问，还是建议，原来会使敲来电台。是，会当甲大家做一个连接啦。无毋对啦，无毋对。啊，这是控诉7279595，控诉7279595吼，咱的电台。啊，伫遮吼，我想时间得过足紧的哦。是啦。我想讲，难得局长来到遮，你安尼做遮久的即个局长吼，你是大学的教授哦。不敢。啊是留德的呢，留德的博士呢，社会科学的博士呢吼。你知影德国博士是足价值的哦吼，所以是足牛的。啊，伊嘛是咱的中正大学的社会福利系的教授吼，啊，嘛是咱的政治大学的咱的社会学系的教授吼，所以做一个学者，啊，入来做政府的官员，负责200，你要到300万人，将近300万，300万，这是偌大条的代志吼。我相信你一定足拼死咧做，啊嘛足有专业，啊，你感觉足骄傲，足安慰的讲，我着足认真做一点，我感觉。会交代一个吼，毋是讲会交代一个，是感觉足安慰的吼。你会使讲点的，毋知啥要甲阮分享。我感觉吼，我上任以来吼，啊嘛非常感谢咱嘉良市长的支持吼。我台中有一个政策上主要，咱有一个叫托育一条龙。托育一条龙。啊，伊这个政策是安那？这政策就是讲，你只要是咱伫咱台中吼，你为这个出世到6岁。6岁。你只要你有要你要带这囡仔吼，要送来咱的这个保姆，啊是托婴中心，啊是幼儿园顶幼稚园遮有吼，阮每个月拢来你补助3000块，每个月。有大细汉无？有差别无？歹势，你讲大细汉？意思是讲幼儿啊有较济无？还是拢共款？拢共款。哦，你着只要你若拄仔出世，啊，你若要请保姆对无？阮着互你补助3000。啊，中央搁互你加3000，所以6000嘛。啊，但是咧，你若要加入这业者要加入阮的系统，歹势，你爱签一个契约。你家会使逐家长收13000尔。一个月收13000，你收13000了，啊，所以逐个算算诶，咱中央咱的政府互你补助6000，安尼你是毋是只要7000块？你就会使带囡仔送去遐。送去遐。啊，台中即摆是安尼，咱即摆一个保姆吼，一个保姆会使顾2个，所以逐个算半搭的。你是毋是讲咱来补助6000块？但是咧，我创造一个保姆，啊，搁两个妈妈，伊就会使最后遐食头路。所以变做3个，所以变做一声就创造3个就业机会出来啊。迄2个去上班，啊，即个顾即两个囡仔，对，所以3个人工作。对，啊，我向各位报告，一个保姆伊是毋是收13000？吼，啊2个2万人嘛，吼，啊，台中的一般平均，吼，咱的女性的平均薪资超3万块，所以是毋是2万6，佮
加3万就8万6啊。所以这个变做讲。创造迄个就业机会，创造就业，嘛有照顾到囡仔。无毋对，会使讲1减2个，咱蒙啦，佫会使减4个。就我听的，敢毋是一个保姆会使顾4个囡仔？对，上济会使顾到4个，上济啦。但是恁是规定会使2个尔。你若当然，即码是安尼，你2个啦吼，啊，你伫个2岁以上，你会使搁另外收，但是你2岁以下，阮就规定你干会使顾2个，因为上主要有迄个品质的问题。对。上悬会使顾到4个，所以恁有警嘛有警过？当然。啊，我向各位报告，我是安尼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政策，因为我举几个数字互大家听啦吼。第一个，咱的保姆吼，咱拄啊就年时阵超2900，即马增加到3800啊。保姆吼，你的就业机会等于足增加1000个出来。啊，托婴中心吼。阮阵拄啊上任的时阵，2014年，103年的时阵，12个离世，迄时阵才几间，迄时阵才72间，即马已经139间。所以恁囡仔有加生较济无？囡仔部分我等下叫做报告。搁另外一个幼儿园吼，幼儿园即马来上课的吼，8万。8万甲阮拄啊上年8万，甲即摆已经9万4，就是讲，拢迄个送托的迄个囡仔，吼，拢愈来愈侪。啊，迄个幼儿园吼，其实大家知即摆是个少子化嘛，所以其他县市大家拢去收，拢去关吼，敢若台中逆势成长。啊，所以上重要来讲，因为咱即个补助，毋是敢若简单，互你一条钱尔，上主要是鼓励爸爸妈妈。你个食头路，所以我感觉讲，对我来讲，我感觉这嘛是家庭市场伊一个理念，伊是讲，因为这拢是人民的这纳税预算这种纳税钱，咱1分钱吼，1分钱爱824个干啦。你去诱人出来的。啊对，会使讲咱，所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政策，所以。那拄啊，咱老馆长问讲，我感觉我上骄傲的，我感觉就是这个政策。啊，这个一条龙的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你讲对零岁，一直在你补助到6岁。到6岁，一直到你上迄个小学哦，进前。小学就对，小学就小学去啊，义务教育去啊。无毋对，你只要0岁到6岁的这个部分，政府阮台中市政府拢给你补助。啊！即摆搁互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即摆咱的中央咱蔡英文总统嘛非常感就是讲咱这少年朋友车囡仔吼，真迄个负担对无？所以为今年8月初一开始，8月初一开始，一个月搁互你2500，每个月。是等啥物的2500？对，就是你只要生囡仔，为8月初一开始，所以你。为0岁带你补贴到2岁，每个月2500。啊，所以意思就是讲，若0岁到2岁以前的，就已经一个月就5500啊。无，你是安尼，你就变有去托育较有，若无托就无。对。好。以前是安尼嘛，咱即马就是讲，但是有诶阿公阿嬷带啊，是讲爸爸妈妈要家己，妈妈要伫咧厝带，以前无。但是咱即条，即马咱中央，咱就来。这条钱伊就来处理起来。小等，我会记哩是讲，阿公阿嬷就是拢若无去就业，伊家己带，但是伊嘛爱去受训练。126小时，但是伊若受训，迄一个月，伊一个月是领，若阿公阿嬷迄一个月是领2000块啦。迄就毋是3000块的。毋是3000个。阿公阿嬷就2000块，对。现在阿公阿嬷就较少钱。所以阮嘛是讲这无合理嘛，阮嘛讲无合理，所以阮嘛中央反映，所以中央即届伊就讲，安尼好，安尼得啦，即马就会使，嘛是讲恢复甲2500安尼啦。得2500。变2500。但是你是补助3000个，即马佫变2500啊？阮来算无啊？无，我即马讲一个就是讲。你会使有2个选择嘛？一个就是讲，你若要寄，3000。但是台中市政府搁互你加3000，所以是6000嘛。这是阮是较鼓励即款的，但是无得讲有的家庭拢要安尼啊。人有的
拄啊生落来，咱嘛想讲啊，我要家己顾，我要家己带啊，吼，啊是讲啊，阮要阮家己阿公阿嬷带，即摆嘛会使啊。嘿，啊会使。啊，这安尼是2500。都无互你3000啊？都无啦。都无互你3000。对。你讲政府互你3000，佫互你3000嘛，伊佫替你出3000是6000嘛。对无毋对？你若家己带，就无佫互你3000。无，就是2500。就2500。对，所以你家己选定嘛。当然，阮政策上，阮是较鼓励你。然后你去食头路。嘿啦，阮的政策上是较鼓励安尼。你若行头前迄条路，互人带着无？阮政府会补助6000，但是咧，你家己还要纳7000箍。但是你会使去我食头路啊。所以个人的选择无共款啦。你嘛会使讲啊，你可能你囡仔到1岁之前，你先家己带，你领2000箍。但是咧，你到后壁，你要叫人带，安尼时间开始袂紧，要6岁以前就对。嘿，所以这件是你上本意的。是，这嘛是唯一咱伫咧台中，咱全台湾甲咱台中有0岁到6岁，拢爱你补助较够。这是大钱咯。这条，我必须来讲，家长市长伊即个部分我实在有影爱来学了。伊当好时我嘛拄啊就连我讲，市长啊，咱这是毋是咱先为2岁延伸到3岁，1年1年。伊讲这个好事，我讲这钱咩？伊讲钱伊去欠，所以1年咱甲即个部分，我若主持人搁咱乡亲报告，咱台中市政府1年敢若开一个爱27亿。27亿来补助。恁有钱呢？阮就无迄落钱啊。无啦。其实我大家报告，我虽然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长，但是我是台中心，我彰化情啊。因为我是彰化，我嘛彰化人啊。彰化伊的。嘿啦。咱彰化人爱去做台中的即个社会局长，真好，真好，去替原来替遐来服务啦，拢是共款是咱的国民啦。拢咱的国民啦，是。不过听着原来真欢喜吼。是。除去这以外，你还佫对，我是想讲，头拄啊，咱头拄有咧提起讲即个安全网的问题。安全网对。事实上，伫迄个时阵，阮伫彰化县，是。因为我家己是精神科的社工，对。所以阮有特别为着即个精神卫生法吼，就是迄个强制送医的部分。是。阮遮个阮的社会卫生局长，对。甲阮遮的即个精神科的医师，甲阮的立法委员，阮着逐个做伙连续研究看讲，即个法律的上是毋是会当对倒位，搁来修改者。所以我感觉讲，看起来是逐个，毋管是伫中央还是地方吼，逐个拢有认真伫咧讨论。所以看起来，咱台中咱的社会局除去讲政府中央。还是咱的法律已经有做以外，咱差不多有另外家己，佮生出来，恁即摆佮生出来一个月佮3000块的吼，佮遮尔济年吼，我看真正是全国敢若恁有诶尔。是啊，因为这个数量，这个数量太大了。是这有影，但是吼，足有效呢。真有效。嘉良市长伊就讲吼，伊讲吼，佮安那欠吼，因为即摆伊嘛知影讲即摆少年囡仔吼。咱的即爸母吼，伊的迄个牛奶钱啊，等等遮吼，迄有影负担真重。所以伊讲不管安那，即条钱政府一定爱替你出。这嘛是算讲因为因为安尼，所以吼有真侪吼，拢嘛想讲安尼咱就。转户口搬去内底，有无？歹势，有无？有啦。加偌济人？加偌济人？我若向各位报告，阮每个月拢超2000人。超2000人，惊人哦！安尼实在是，一个月加2000人是。所以我有当时吼，我当下拢感觉足歹势。讲我有个朋友讲，你去做迄社会局长，我到尾咱彰化人拢通救贵。无我讲袂啦，我讲咱彰化嘛，即摆咱彰化即摆嘛拢足进步的啊。咱馆长嘛是安尼吼，为免讲为馆长嘛足认真吼。会啦，咱一定愈来愈好。是，我想大家做伙努力。但趁即个机会，我想说。是怎佫接续者？阮彰化县其实嘛是共款，咱的馆长原来足认真，包括营养午餐啦，包括即个咱的即个家庭补贴啦，然后各种的即个补助，这拢有咧做。另外呢，我要特别借即个机会想讲，因为社会局甲咱的民众。直接接触的嘛，包括社区啦，包括老人会啦，各种的团体社会拢有。所以借即个机会，原来想甲你报告，阮彰化县即摆嘛有咧推一个
台语家庭，哦，就是母语家庭，就是讲大家伫家己的家庭内面，将家己的母语，我若爱顾掉咧。你各种的福利拢爱顾，无毋对啦。这政府有责任，但是嘛同时来鼓励大家毋通去将家己的文化来放掉去。你若无教无听，就愈袂晓讲啊。愈听无，愈袂晓讲。啊，所以伫遮我想讲，咱隔壁吼，阮中华县今年是讲，阮上无今年来要努力上无啦，最少吼1万个家庭，来拢爱努力上无伫厝内无食饭嘛，都爱讲台语。对，这真好，这本来就是安尼，这就是咱啦，无做迄落做袂到，都做会到，都厝内食饭的时上无爱讲台语。对啊，对。啊，讲互习惯了，这共时毋免用钱的啦，无了钱啊，先煞就会当做这，你看敢好咱。台中诶社会局毋知原来共款来做即件，你看呐。我感觉吼，迄个这足好诶代志。其讲也是咱的台语吼是，我留学德国吼，讲也是我感觉咱台语是足优美诶一个语言。吼，啊，这有影讲也是这家己妈妈、家己表亲诶即个语言，咱一定要好好保存。啊，我感觉吼，老园长吼，我感觉你即个提醒足好。我转来咱社会局台中迄边，咱嘛爱来开始推动。咱嘛要推动即个，嘿，咱即个吼，因为我即摆是负责咱教育部吼，即个本国语言的即个推动，有范围我是推动的小组的召集人。哦，安尼。我是讲，哦，这足好呢。中华县我着安尼努力，但是这毋是阮中华县的家己的代志啊，是咱大家共同的代志。是咱全台湾咱共同的代志，这有影。啊，所以着拜托咱局长，伫咱迄个所在吼，共款着来甲努力。我看啊，咱。莫讲相拼，着互相刺激，讲恁毋知愈较倒，啊，我毋知愈较倒啊。这互相拢对好的方向来做伙来努力。好哦，啊，然后咱嘛会使来互相来观摩。无毋对。啊，我原来要甲你报告，就是讲，阮中华县，阮嘛有台语合唱团啦，台语剧团啦，啊，伫社区上都，其实咱嘛会当互相拜访，啊，嘛会使做伙来办活动，比如讲，阮会去恁遐，啊，甲恁会做伙演出，啊，做伙讲，伊个唱歌，做伙讲话，做伙演戏，啊是啥？我感觉咱会当兄弟啊、姊妹啊，安尼着互相安尼较热烈吼。其实迄个我来大家报告吼，咱今年吼11月初3开始，到明年4月24花博2018。即个花博就伫咱台中，啊嘛其实就是咱台湾，嘛是伫咱台湾的骄傲啦。啊，到时市长有一个吼，伊讲咱到时阵咱有一个叫县市周，吼，就是讲一个县市，咱就来即种。啊，我想即个部分会使含老园长咱吼，咱迄组叫彰化组对无？哦，啊，但咱中华的水，咱中华的美会好，哦，拢来呈现互咱全嘿，因为迄个按照台北顶一届迄个花博迄个经验。会超有1000万人哦，全世界1000万人会来咱台湾、咱台中看即个花博。啊，我感觉咱中华嘛要利用即个机会，哦，这是足好的平台。啊，到时阵来请咱老园长，哦，来咱预测，哦，咱来共同。就是咱即个信息，咱大家接获好势。是啦。你在讲，我就想讲，对花博对。这足好。因为顶面市长来嘛是有咧强调这。我咧想讲，咱其实这个工作若是好诶。咱是共同的价值的时阵，毋是干那讲倒位讲咧，其实咱大家做伙拢会使做伙，拢会使对。啊，做伙互相观摩，互相鼓励，啊，做伙好的，我嘛要来学啊。无啦，其实我讲是吼，我是无袂记你，我是中华囡仔。真的，我的心真的啦，嘛真个。足好联络。啊，中华县这边，我想大家做伙来推动。无毋对。希望共款为着咱的人民，毋管是中华，毋管是台中，对，拢是咱台湾，拢咱台湾的，对啦，无毋对。我想咱做伙拼势。好。啊，我若有祝咱的市长，啊，结果阮的县长，拢顺利，拢连任啦。是。这个工作拢是大家拢足认真咧推。对，这有影。一定需要继续做，一定发挥去，较有迄个永续性啦。无毋对。做一个啊若。换人吼，实在是我想
实在是毋好诶代志。其实吼，我必须来讲吼，我对嘉良市长啊、高血吼，咱跟卫生局县长讲，而且拢足认真咧拍拼。咱即马诚侪建设吼，拢已经一全力推动。师傅，咱要起厝起一半，师傅毋通换啦。所以嘛是爱，而且敬请吼，咱所有乡亲父老继续支持咱上认真、上拍拼林嘉良市长，跟卫生局县长。好，多谢咱的局长来，多谢，感谢咱支持您，啊嘛，敬祝咱关怀电台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幸福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多谢，感谢。购物时选择具有可回收、低污染、省资源特性的环保标章产品，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友善环境的一大步。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邀您一起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